申命記第4章第1至49節。一以色列人哪，現在我所教訓你們的律例典章，你們要聽從遵行，好叫你們存活，得以進入耶和華你們列祖之神所賜給你們的地，承受為業。兩所吩咐你們的話，你們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刪減，好叫你們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耶和華你們神的命令。三耶和華因巴力毘尼的事所行的，你們親眼看見了，凡隨從巴力毘尼的人，耶和華你們的神都從你們中間除滅了。四唯有你們專靠耶和華你們神的人，今日全都存活。五我照着耶和華我神所吩咐的，將律例典章教訓你們，使你們在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。六所以你們要謹守遵行，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聰明。他們聽見這一切律例，必說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明。七那一大國的人有神與他們相近，像耶和華我們的神，在我們求告他的時候與我們相近呢？八有哪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陳明的這一切律法呢？九你只要謹慎，殷勤保守你的心靈，免得忘記你親眼所看見的事，又免得你一生這事離開你的心，總要傳給你的子子孫孫。十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華你神面前的那日，耶和華對我說：你為我招聚百姓，我要叫他們聽見我的話，使他們存活在世的日子，可以學習敬畏我，又可以教訓兒女這樣行。11那時你們近前來，站在山下，山上有火焰衝天，並有昏黑、密雲、幽暗。12耶和華從火焰中對你們說話，你們只聽見聲音，卻沒有看見形象。13他將所吩咐你們當守的約指示你們，就是10條誡，並將這誡寫在2塊石板上。14那時耶和華又吩咐我將律例典章教訓你們，使你們在所要過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。15所以你們要分外謹慎，因為耶和華在何烈山從火中對你們說話的那日，你們沒有看見什麼形象。16唯恐你們敗壞自己，雕刻偶像，仿佛什麼男像、女像。17或地上走獸的像，或空中飛鳥的像。18或地上爬物的像，或地底下水中魚的像。19又恐怕你向天舉目觀看，見耶和華你的神為天下萬民所擺列的日月星，就是天上的萬象，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。20耶和華將你們從埃及領出來脫離鐵牢，要特作自己產業的子民，像今日一樣。21耶和華又因你們的緣故，向我發怒起誓，必不容我過約旦河，也不容我進入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的那美地。22我只得死在這地，不能過約旦河，但你們必過去得那美地。23你們要謹慎，免得忘記耶和華你們神與你們所立的約，為自己雕刻偶像，就是耶和華你神所禁止你作的偶像。24因為耶和華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忌邪的神。25你們在那地住久了，生子生孫，就雕刻偶像，仿佛什麼形象，敗壞自己，行耶和華你神眼中看為惡的事，惹他發怒。26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們作見證，你們必在過約旦河得為業的地上速速滅盡，你們不能在那地上長久，必進行除滅。27耶和華必使你們分散在萬民中，在他所領你們到的萬國裏，你們剩下的人數稀少。28在那裏你們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，就是用木石造成，不能看，不能聽，不能握，不能聞的神。29但你們在那裏必尋求耶和華你的神，你盡心盡性尋求他的時候，就必尋見。30日後你遭遇一切患難的時候，你必歸回耶和華你神，聽從他的話。31耶和華你神原是有憐憫的神，他總不撇下你，不滅絕你，也不忘記他起誓與你列祖所立的約。32到33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，自神造人在世以來，從天這邊到天那邊，曾有何民聽見神在火中說話的聲音，像你聽見，還能存活呢？這樣的大事，何曾有，何曾聽見呢？34神何曾從別的國中將一國的人民領出來，用試驗、神蹟、奇事、爭戰、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，並大可畏的事，像耶和華你們的神在埃及，在你們眼前為你們所行的一切事呢？35這事顯給你看，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華他是神，除他以外，再無別神。36他從天上使你聽見他的聲音，為要教訓你，又在地上使你看見他的烈火，並且聽見他從火中所說的話。37因他愛你的列祖，所以揀選他們的後裔，用大能親自領你出了埃及。38要將比你強大的國民從你面前趕出，領你進去，將他們的地賜你為業，像今日一樣。39所以今日你要知道，也要記在心上，天上地下，唯有耶和華他是神，除他以外，再無別神。40我今日將他的律例、誡命曉諭你，你要遵守，使你和你的子孫可以得福，並使你的日子，在耶和華你神所賜的地上，得以長久。41那時摩西在約旦河東，向日出之地，分定3座城。
42使那素無仇恨、無心殺了人的，可以逃到這3城之中的一座城，就得存活。43為流便人，分定曠野平原的比色；為迦得人，分定基列的拉末；為瑪拿西人，分定巴珊的哥蘭。44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陳明的律法。45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後所傳給他們的法度、律例、典章。46在約旦河東伯皮尼對面的谷中，在住希實本亞摩利王西宏之地。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後所擊殺的。47他們得了他的地，又得了巴珊王噩的地，就是兩個亞摩利王在約旦河東向日出之地。48從亞嫩谷邊的亞羅尼，直到西雲山，就是黑門山。49還有約旦河東的全阿拉巴，直到阿拉巴海，靠近皮斯加山根。